你有冇試過明明乜嘢都冇做，但係覺得成個人好攰？其實真正令你攰嘅唔係工作，而係你心入面無休止嘅自我審判。我哋成日為咗過去嘅錯而後悔，為咗未發生嘅事而擔憂。呢啲冇意義嘅內耗就好似一個隱形嘅黑洞，慢慢吞噬緊你嘅能量。你要明白，人非聖賢，你可以追求完美，但你一定要接納自己嘅不完美。試下對自己溫柔啲，好似安慰你最好嘅朋友一樣。放過自己唔係代表頹廢，而係一種智慧，騰空咗內心嘅糾結，你先可以有氣力去接住未來更好嘅嘢。今晚試下同自己講聲辛苦啦，由聽日開始我哋練習放低包袱，輕裝上路。早唞。你有冇發覺，有時越係熱鬧嘅聚會，返到屋企反而越覺得空虛？其實合群唔代表唔孤單，高品質嘅獨處先係對靈魂嘅修補。好多人驚孤獨，所以不斷參加無意義嘅社交。但係如果你連同自己相處都覺得難受，又點樣奢望人哋會真正理解你呢？獨處並唔係孤立，而係一個揾返自己節奏嘅機會。喺安靜入面，你先可以聽清楚自己內心真正需要啲乜嘢，唔使急住去融入邊個圈子。當你學識享受孤獨，你嘅內心就會變得強大，因為你唔再需要透過人哋嘅肯定嚟證明自己嘅價值。今晚試下熄咗部電話，留返少少時間俾自己，喺安靜之中同自己握手言和。早唞。你有冇試過，因為人哋一句無心嘅說話，或者一個唔友善嘅眼神，就令到自己成日都悶悶不樂？其實你嘅情緒權利一直都喺人哋嘅手入面。呢個世界好嘈，總有人會喺你背後指指點點。如果你每句說話都擺喺心，你只會活得好辛苦。學識設立一道圍牆，唔係每個人都有資格入嚟你嘅世界。屏蔽力並唔係逃避，而係一種清醒。當你明白人哋點講係佢哋嘅修養，而開唔開心係你嘅選擇時，你就真正拎翻咗情緒嘅主導權。如生寶貴，唔好再將自己寶貴嘅能量嘥喺嗰啲無關痛癢嘅人同埋事上面，將焦點擺翻喺自己身上，修煉出一顆不被外界動搖嘅心。今晚試下練習屏蔽，將啲唔開心嘅噪音留喺門外，俾自己一個乾淨嘅夢。早唞。你有冇發覺，我哋記性最好嘅時候，往往係記住嗰啲傷害過我哋嘅人同埋事。其實記性好未必係強大，學識遺忘先係真嘅本事。人生就好似一個容器，如果你裝滿晒過去嘅執着、遺憾同埋仇恨，你又邊度仲有空間去裝未來嘅幸福呢？遺忘並唔係叫你抹殺過去，而係叫你同過去握手言和，唔再攞以前嘅錯嚟懲罰依家嘅自己，亦都唔再為咗冇辦法改變嘅事而糾結。當你學識騰空內心，你會發覺成個人輕晒。原來真正嘅自由唔係擁有一切，而係可以隨時放下嗰啲唔再屬於你嘅嘢。今晚試下練習遺忘，將啲唔開心嘅嘢留喺尋日，聽日醒返又係一個乾乾淨淨嘅開始。早唞。你有冇試過因為驚得罪人，所以明明自己好攰好唔想，但係最後都係開口講咗句冇問題？好多人以為遷就人哋係一種善良，但事實係，如果你連自己都保護唔到，你嘅善良只會變成卑微，俾人理所當然咁去消耗。真正成熟嘅標誌係學識設立邊界。你要明白，拒絕一啲唔合理嘅要求，唔代表你唔好人，而係代表你懂得尊重你自己。一個識得講唔好嘅人，佢嘅好先會有價值。餘生寶貴，唔好再做嗰個隨傳隨到但係冇人珍惜嘅好人。由今日開始，試下對自己好啲，守住你嘅底線，你先可以得到真正嘅自在。
早唞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希望呢幾段說話可以幫到依家嘅你。如果你聽完之後有任何想法，好歡迎你喺留言區寫低，同我一齊交流。如果你覺得今日講嘅嘢對你有價值，記得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，同埋訂閱、撳讚、分享。你嘅支持係我製作更多高品質內容嘅動力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早唞。